榮獲提名最佳導演悲劇正劇包括司徒慧卓、黃進達、三四郎，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。道德啲嘢咧，向來都係對人嘅啫嘛，幾可又唔對自己嘅。洗成家上，淨係得你識嗌。艾浩嘉、李婉貞，天真與世故之歌，西九文化區天台製作。陳卓威、馮慧涵、依道，香港話劇團。從一個當代嘅角度去睇，一個覺醒嘅角度，我係完全反對嘅。因為如果你講到精英階層嘅話，咁係另外一個更加大嘅討論。覺醒嘅角度，你咁樣用字咧，我真係想喊啊！覺醒即係乜嘢？麻煩你最佳導演悲情劇，第33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悲劇正劇得獎者係司徒慧卓、黃進達、三四郎。恭喜晒香港演藝學院三四郎！我哋喺咪前面一齊影一張合照吧！恭喜晒，恭喜晒！請講幾句感言。Roy 達有冇睇啊？我冷靜啲先，冷靜啲先。多謝香港戲劇協會、香港舞台劇獎同埋一眾嘅評審，頒呢個獎俾阿 Roy 阿達。大家好，我係三四郎演員唐藝婷。我係三四郎演員歐陽克豪。係今日咧，兩位老師咧，因為佢哋唔喺香港，就未能夠出席啦，所以今日咧，佢都交咗啲説話俾我哋會幫佢講嘅。係阿達話 ：Thanks 黑澤明、谷島龍三 ，Thanks Roy，Thanks APA Lovely Student，Thanks Hong Kong APA。係跟住咧，呢個阿 Roy 講嘅。非常遺憾唔能夠參與呢次嘅盛會，亦都好感激各個評審們對於三四郎嘅欣賞。三四郎係一堂人生課，對於任何事嘅熱愛同埋堅持，係要靠時間嘅沉澱去尋找出嚟嘅，冇捷徑，冇僥倖，生死有命，得失有時。不可強求。無論你哋身在何方，香港嘅戲劇人無處不在。我哋繼續努力生活落去。好，跟住落嚟，亦都希望借呢個機會多謝以下嘅單位。係啦，同一時間咧，都係借呢個機會多謝三四郎台前幕後嘅各位兄弟姊妹。多謝所有 Drama School、TA School 教過我哋嘅老師，同埋所有幫過手嘅工作人員，包括所有行政同事。多謝專程喺日本過嚟香港教我哋劍道嘅 Kenji さん，仲有教一班遊女嘅三味線老師李雅樂、影田老師。最後我哋仲有一班後生仔，我哋繼續努力。多謝大家！恭喜晒，唔該晒三位，可以就座 ，thank you。